诚久无用台语来讲日记。最近我有豆豆仔想，因为我伫看即个台湾人带中国人徛高雄，因为有一寡 YouTube 的节目，其中有一个就是下港人下港人迄个翁，伊用台语讲一寡题目，互即个中国人的某去约。我有发现讲，人虽讲即个腔口是少年仔的腔口无即种老岁仔开喙就是即个台湾腔，毋过人就讲啊足顺，而且拢有法度去台词拢知影要安怎讲，而且佫会当会使讲一段长长去描写一个物件，互别人用，无就是一个欢喜的即个热气话讲即个情景互即个中国人去约。所以我想讲，其实我定定伫抱怨就是讲哪会无即个环境，无就是讲我著遐拍拼，哪会游玩著可能就是佫对人袂着，抑是讲无互别人当做台语人逐家拢不时会讲你当地学你讲的台语安怎佫安怎我即摆想想会讲，确实是安尼虽讲我感觉我做拍拼，毋过即个拍拼著白须仔学英文共款有的人就是就是安尼学白，嘛毋免调工去学著讲啊写叫、拉叫录叫有的人安尼爬即个英文词，自细汉著去即个全英语的环境学校了足侪钱去上一寡英文课毋过游玩是讲无落来这就是讲逐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即个才调无共款的无共款的一个体验嘛有人讲讲考英文托福会当考到900外分就是平平拢伫咧学英文就是有即个无共款的精差共款若讲自细汉即个台语的基础足知当然无话讲安怎毋免调直去学，就是开喙著讲啊足自然嘛，讲啊诚好毋过有的人开始会伤久无讲著开始爱扣转来扣转来状况嘛有差别嘛有真差有的人是可能即个看诚侪册，毋过这讲台语嘛是较无即个老岁仔迄种即个台湾腔嘛有可能有的人可能就是去仿迄个声音著讲甲安尼平常时无讲毋过若讲用背去学即个音像讲即个演员应该拢有即种才调因就是仿即个音著有法度讲互你听甲袂碍虐你著想讲伊可能诚贤讲实际上伊可能平常时拢是讲华语台语佫伊家己发挥无去看无去讲词讲剧中的即个词可能著无法度讲，就是逐家状况拢有真差毋过我著一直伫欣赏别人，想讲为安怎别人安怎就是会去欣赏，佫会去怨叹像讲参加读册会著有人较刁直的直接讲我这个人会安怎佫安怎就是爱去强调讲我即个腔口无正毋过就是讲
这其实嘛是事实吼，别人嘛无甲我冤枉吼。我敢若是想讲上好莫有人一直去讲啊，因为若便讲我就会加伤心。这是我家己的问题，因为我伫心，我伫头壳内伫想讲，我着学遐济，学遐久，遐拍拼，哪会讲，哪会讲无互人承认，哪会安尼？我想这就是因为讲，我嘛无真正讲真拍拼吼，亲像讲我若伫头壳内底会当去想一寡事，一寡安怎安怎去形容用台语来形容一件代志，我嘛无啊，我嘛不时拢真懒死吼。白讲雕工用伫头壳内底用台语来考家己吼，无做练习，其实无呢。我就是讲尽量开喙买物件吼，甲人开讲吼，就尽量用台语来讲。毋过我嘛毋是讲逐工拢有即个机会吼，去甲人开讲，用台语来开讲吼。听诶机会是较济，因为会使哪听台语，哪做别项代志。毋过我即马较欠缺诶，当然就是讲话。若讲看白话字，这是会使伫，因为我即马就是讲，就是看物件吼，就较无需要讲。较无需要讲爱有一个对象。若我欠对象，就是爱家己去伫头壳内底家己去练习。就亲像有一寡台湾人，伊若要练英文吼，除了讲会当伫即个网络去找一寡讲英文诶对象吼，伊若要学讲练习讲话吼，讲英文伊嘛是。有可能爱用一寡撇步吼，伫头壳内底用英文去思考代志。看来我思考是无够吼，我一寡事吼嘛无法度讲紧摕出来用。有时阵用一寡较欢喜开诶讲煞，我较会去思考，讲我会使安尼讲吼，安尼讲搁较好。是安尼，较有法度记会牢吼。所以讲，其实我诶拍拼是无够野诶吼。毋过我家己诶心情就会讲，哪会无法度讲得到一寡鼓励？这就袂需要讲我即马上班。上班其实毋是讲上拍拼为公司想足济，无就是了解台人吼，无即种甲别人无共款诶即个特色吼，一寡。优势毋过我阁想讲，为安怎别人有即个会替互鼓励替互醒起来替会安怎阁安怎为安怎我无吼，这就是共款诶心态就是我家己真正无遐拍拼，毋过我就想讲，别人看起来嘛普通普通。是毋是大细心是别人会交抱抱顶死就会安尼想，变做一种埋怨变做讲，所以讲我嘛真正无做拍拼去练习，伫头壳内底不时就用一寡台语诶即个词。伫头壳内底安尼黑白想拢无呢有时阵就是互头壳休困。当然安尼要发挥要讲台语诶时阵三无词啦，三无一寡水开诶词。你讲变调即种讲出来即个音调，这是因为讲我可能记音较耳孔无遐健所以造成讲无法度，就是记音爱记诚久，记起来的音搁为喙讲出来搁变做搁差足济。
毋过若人讲即个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工具就意思就讲别人听有就好啊，毋免去遐追求。我若想要追求，是希望讲家己的别项代志会当用台语来去形容去讲伫咧头壳内底讲嘛会使会变做我会知影讲，我足侪事拢毋知影要安怎讲像讲华语就会想讲旧歌台语就想无呢所以讲这就是我欠缺的所在我就是爱加练习，知影讲我有啥物事袂晓用安尼后摆看到迄个事，较会紧甲伊捡起来放伫家己的即个宝藏当做宝藏。所以讲有一寡代志就是讲毋免一直去一直去坚持讲别人爱有互我做气持ち不了样爱有互我气持ち诚好毋免安尼这是一种是一种感觉尔毋过伊无法度真正甲我家己斗相共意思是讲若讲别人会甲我批评讲你讲台语安尼是诚久无讲抑是外省人啥物人别人安尼讲嘛不要紧这嘛毋是讲安尼讲我就台语会失败这拢无关系，人就是讲伊的想法尔毋过若逐家安尼鼓励讲你讲诚好安怎即个标准诚低我有可能就是都袂进步袂想讲足济爱去练习，就讲这哪有需要练，这就袂煞讲足济人细汉甲阿公阿嬷讲台语，伊就而且伊的音调有诚知所以伊就骄傲，伊就想讲我着台语足溜的足老的，伊就安尼想伊若讲还有台语文你袂晓伊就会见笑转生气因为伊就是对家己有一个自信所以伊就嘛袂去进步嘛袂去练你若甲伊讲台语佫有啥物事啥物音伊就会起毛摆讲我都无听过伊就袂去甲伊认真去看待台语嘛袂去学其实会学台语的人无济一般的人拢讲诚好诚好哪会需要学这会去学的人足刁工的足爱约的就是安尼所以讲我就爱看讲这对我有啥物帮助有人若甲我批评对我来讲嘛无啥物损失伊嘛毋是讲黑白甲我教甲我教甲安尼音调拢走去嘛无人就是讲伊的想法尔足直接是无鼓励毋过其实我即马真正有伫拍拼去学嘛有去罗马字的基础嘛像不时定定地换先生去换佫佫有去上课拢有去修，逐家拢有无共款的撇步会使帮助我看到罗马字就紧甲伊读出来尽量正确有时阵一寡事真正就是讲甲无足水气，安尼嘛无要紧就是讲当然逐家就希望讲开喙就讲甲足顺的就亲像讲英文，逐家毋是嘛想要安尼拄开喙就讲你为美国转来敢是毋过毋是逐家拢有法度安尼，所以讲毋免去想讲我百边爱安尼，我较会欢喜。这就是讲我若想要学，我就是好好学用一寡
去坚持去学，安尼就对啊，吼，毋免讲爱听啥物好话，好话其实嘛无啥物帮赞啦，吼。啊，若讲因为口煞本地对我来讲，就毋是我诶专长，哦，连讲中文我拢讲甲安尼，毋是讲啊诚好，啊，毋过背后有出现即个注音输入法，啊，我着用即个注音用拼呢，吼，啊去改进。啊，因为中文无变调诶问题，吼，所以讲安尼讲出来，啊，而且背后着豆豆仔练，吼，讲到即摆嘛袂佚，有人讲我这中文是为香港来诶吼，嘿，啊，台语着犹原共款吼，可能爱安尼豆豆仔练，一寡走进去诶音，吼，就是爱。有一工我想吼，我看吼，若讲到有一工，就会开始知影讲，家己诶发音有啥物问题。啊，即摆有可能听诶，吼，就较毋知影吼，知影讲好听诶吼，较老人开口诶吼，这我听会出来吼，嘛诚爱听。啊，毋过家己是无法度去讲出即种感觉吼，这可能发出声音即个毋是诚够。啊，毋过这著是我嘛有我诶优点，优点当然就是写文章吼，所以讲我嘛会当伫头壳内底甲即个台语词拢捡咧吼，去想讲爱安怎去写。我嘛会使行写文章诶路线，这无啥。啊，你若讲会晓写文章，吼，随便讲台语讲甲安尼，会无诚好势，啊，这嘛不要紧啊，吼，因为这着变做讲豆豆进步，吼，有人可能一年就会当会使练甲诚好。啊，我着豆豆仔变3年5年吼，可能是别人讲1年诶即个程度，安尼嘛不要紧，因为我写文章相信讲这速度是诚紧，就是讲爱写一个足成熟诶台语文诶文章，我是袂输人诶吼，所以讲就是莫失去，莫去怨叹吼。安尼就是讲，其实嘛足侪会当认识诶机会吼。以早是怨叹讲，怎会无即个台语环境吼？身躯边诶人拢中文人，若有台语人吼，可能着先甲你嫌，着袂讲一直甲你一句来一句去。啊，毋过我会使伫头壳内底甲你讲话啊，怎会？就变咱诗啊，就讲甲2句3句，啊，其他用画面去理解袂讲条工去用伫头壳内底用台语去描写回想一寡代志，所以讲有一寡代志我做会到，毋过我无诚拍拼做，啊，我阁做爱怨叹即马就讲莫怨叹遐济，因为怨叹嘛无较蛇。你讲大家讲足同情诶安尼别人甲我同情嘛，对我诶即个台语程度嘛无帮赞啊，就是安尼。